今天第一首是178，别恐。喂喂喂，喂喂。兄弟姊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母亲是上帝赏赐咱介大的礼物吼。母亲的疼，就亲像天父对咱的疼，无条件、无求报赏，永远疼咱到底。咱来串联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几个字，请咱注意。第一节的
第一抓救主阳光拄现，拄现。过来第四节第二抓翕无天顶圣诗称赞，这是用称赞称赞救主胜利。然后第五节是圣同到尾是圣道一嘴，圣道一嘴赞美。拄啊遐一个称赞，这是赞美甲第一节的第一节的拄现，几个字较注意。好，咱来用第一节甲第四节。原来上帝圣殿，叫做阳光凸显，你叫我大欢喜，也过世就无比第四节。原来伫这임시，阿拉上帝慈悲，翕无天顶圣诗，称赞救主胜利。咱过来看一首480首，咱真熟真熟。咱用第一节甲第三节就好。我心大欢喜，主点生命，虽然伫世界若出离奇，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用宝血洗我清气，那我的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的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第三节，专心来说。真可我叫做福气无限，应声来听候望出来，念伫主耶稣满心仁爱，那我的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的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权能甲荣光。咱来吟圣诗，圣诗第178首，愿爱上帝圣殿。圣诗178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14日死埋葬雷音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交读启应文，启应文29篇，启应文29篇是诗篇146篇。我来启，咱来用。恁着学老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学老耶和华。我一心要学老耶和华。我要活着的时，要唱歌学老我的上帝。恁无得我靠君王，无得我靠世间人。伊一点啊袂帮衬，一日会断开就归途。伊所计划的，伫迄日就消灭。有我国的上帝做伊的帮衬，仰望伊的上帝耶和华的，即互人有福气。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保守生息到日永远。伊为了受冤屈的人伸冤。主事食面互夭饿的。耶和华头办受关假的。耶和华开痴迷人的目睭。耶和华扶持受压制的人。耶和华疼惜义人。
也法保护出外人、夫妻、孤儿、寡妇。路途歹人的道路，互伊弯巧。也法要做王到永远。圣安啊，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最声，恁着学乐也互我。三角来祈祷。创造有定无面的主宰，愿感谢你，因为你用平安甲稳定引带阮，互阮有这福分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愿搁一摆对身体来感谢你，听阮的爸上帝，阮要抱着摇摇喘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阮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搁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的中间。求主除去阮内心的污秽甲无清气，散开阮心中的黑暗甲无知的罪，互阮有智慧的眼光判断是非。特别是伫现今充满病毒、疫情、战争、惊吓、谣言不安的世代，主，阮要伫你的内面超找着真实的平安。因为阮知上帝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上帝所赐的喜乐是欢喜永远的快乐，上帝所赐的稳定是教业有存的稳定。亲爱主，求你保守阮的心，赢过一切，坚固阮的心来抵挡所有黑暗的势力，派天军现在设立定位，安营固守，阻止病毒侵入。互阮徛起伫你全能的保护中，亲爱阿爸爸，求你帮助世界所有因为疫情受苦、身躯败坏、心灵受伤、经济受影响的人，每一人拢踮伫上帝你的恩典内底，有盼望，有疼痛，有阻碍，有安慰三分地，经历着救主耶稣超自然的保护、平安、医治甲恢复。今日是母亲节，犹太人的俗语讲，因为上帝无办法来到世间，所以创造了母亲。真言讲，在地的妇人人，伊的价值赢过珍珠。现在已经无老母的，愿永远少年伊的疼。现在老母伫身边的，愿要搁较珍惜友好。圣经讲，妇人人减会袂记伊食食的婴仔，无怜悯伊所生的囝，因咸菜有袂记得的，总是我永远袂记。感谢主，互阮有母亲亲像珍珠一般，永远藏伫阮的心内。愿亲爱的爸上帝将大因为欢喜甲平安赏赐互天的所有的母亲。互每一个老母伫你信心的观念中得到满满的盼望甲福气。原来祈祷是我靠主的性命求，阿门。学了圣歌对今仔日要吟的诗是我心所爱的妈妈。
将这条诗歌献予咱所有的母亲。共读圣经，今仔圣经记载伫马拉基书第1章第1节甲第5节。马拉基书第1章第1节甲第5节。耶和华别是的话托着马拉基传予以色列的。耶和华讲：我有听恁，总是恁讲，你伫什么事听阮啊？耶和华讲：以扫兼毋是雅各的兄嘛，总是我听雅各怨恨以扫，互伊的山荒废，因伊的业交互旷野的山狗。以东讲：阮现在虽然毁坏，抑搁要搁起荒废的所在。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因要起伊，我要毁伊，人要称伊做罪恶的境界，做耶和华永远受气的百姓。恁要亲目看见，也要讲，伫以色列境界外面，耶和华要最大。愿上帝话祝福每一个听伊话、过去行的人。咱将时间要交予咱的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爱你到底。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疫情遮尔严重的中间，阮犹原会当平安到伫主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仰望你。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会当对你的话语的中间，互阮的信心搁较徛在，也互阮有定头生的愿望甲勇气。阮安尼祈祷仰望，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母亲节，大家母亲快乐。有人讲吼，正捌听讲啦吼，就是母亲和囡仔甲十支枕头啊，安尼吼，十指连心，吼，十指连心。总是呢，有人讲啊，十支手这枕头啊嘛有长有短啊，吼，所以有的妈妈就较疼即个啊，较疼即个啊，较无疼即个，吼啊，即个呢是有时有看到，有时无看到安尼啦，吼，大家就安尼比啦，吼。所以有时讲安尼比嘛无毋对啊，因为咱的心原本就毋是正直的嘛，咱的心就是偏一边嘛，吼，所以偏心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安尼讲的趣味啦，吼。伫创世纪内面嘛，有一对双生仔，咱拢真熟，就是以扫甲雅各。即对双生仔，咱知影以扫伊是较早出来，吼，伊较早出世是大汉囝。大囝毋若是过去迄个时代受重视呢，到现今哦，21世纪嘛足受到看重呢。咱中间讲有大囝举手一个。哪会遮少？咱的大囝无多哦，大囝举手一个，你大囝举手一个，大囝哦，大儿子哦，长子哦，人和兄长子，出来拢无哟。哦，安尼真特别，咱见神真特别。好，所以以扫虽然是得到众人疼的大囝，咱知影伊的爸爸嘛是等真久才有囡仔，吼，所以这个等足久122个囡仔，好不容易出世的时阵，大囝当然是众人拢足疼伊的。总是上帝，伊较疼细汉的雅各。伫今仔日的经文第1章第20到第30，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伫周报后壁面嘛有。第20到第30，才有讲，耶和华讲，以扫敢毋是雅各的兄哥吗？总是我较疼雅各，怨恨以扫。哇，我毋知大家看到即句话，怨恨是安怎咧吼？这个怨恨吼，翻译的是翻译的问题啦，总是伫原文毋是。原文的意思毋是怨恨，伫原文的意思是和头前迄个疼，总是我疼雅各的迄个疼，和迄个疼来做比较，较无疼的意思啦，就是一个较疼，一个较无疼，安尼哪尔？
毋是讲怨恨嘛，毋是讲怨恨，毋是讲讨厌迄种，毋是咱所想象、咱所理解的迄种，就是较无疼以扫，较疼雅各。上帝疼甲拣选，毋是根据咱的行为，因为咱知影讲以扫和雅各，毋是看伊讲哦，倒一个较古水，我较疼伊；倒一个较好带，我较疼伊。迄就是倒一个吼，看起来就是足顺眼的吼，我较疼伊。啊，另外迄个吼，生甲乌乌啊吼，咱台湾人的标准啊吼，就是乌乌吼，佮一直擦吼，迄足讨厌的迄种吼，毋是。上帝并毋是根据咱的行为来拣选，上帝是照伊的主权。即对双生仔还伫老母腹肚内面的时阵，上帝就已经决定啥物啊？已经决定好啊，就是大的爱服侍细汉的，大汉的爱服侍细汉的。对于即点，咱来想两项代志，就是上帝的主权甲人的回应。上帝拣选雅各，较意爱雅各，这是上帝的主权。总是坦白讲啦，咱若有基本有同理心的人吼，咱拢是捌做过，咱拢是做囝婿的人嘛吼，应该拢无介认同上帝的想法，即种的做法。特别我拄则问讲，只有仁和哥是大汉囝，咱剩的拢毋是嘛吼，剩的拢毋是讲，上帝哪会安尼偏心？这个没有办法理解，没办法认同。就是讲，咱的理性会当理解讲，吼，这是上帝你的主权，总是咱内心啊真乌直去接受啦。啊，是安怎袂当公平咧？公平毋就无代志吗？是安怎袂当公平？咱对伫上帝的主权，有时啊无法度完全顺服，也证明咱人啊，咱人果然有对始祖亚当夏娃因食会当分别好歹的果子来的迄种的疑团，迄种的骄傲，就会咱就会用即种的骄傲，用即种分别好歹的即种的观念去想讲啊，上帝你是安怎？你是安怎爱安尼？你哪会当安尼？上帝有伊的主权，伊会当来决定咱的出世，咱出世的身份地位。有的人讲哇，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啊是安怎？我哪会遮落魄？我出世的家庭哪会遮？啊是安怎会安尼？咱有啥物权会当咱的创造主、创造万民的主宰来抗议？咱袂当，遮个咱理性会证明咱拢知影，总是咱的内心就是袂得过。上帝的主权伫即项代志顶面看起来，敢若无啥物通讨论的空间。啊，就上帝的主权嘛，无咱是要安怎？吼，咱来看以扫，总是咱来看以扫甲雅各，因是安怎回应上帝的安排？因两个人完全顺服家己的本性。因两个人完全顺服家己的本性，因的眼中只有家己啊。伫因的人生，上帝不过是出在以扫去照伊的本性，为着一碗红豆汤去替换大汉囝的即个身份，也出在雅各甲雅各的妈妈利百加，照伊的本性安怎去抢夺大汉囝的即个地位。今仔日的第2节，才有讲，耶和华上帝对伊所拣选，也是对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讲：我有疼恁，无毋对，上帝伫雅各也伫咧老母腹肚内面时就疼伊，拣选伊，总是雅各和雅各才的后裔，才即阵以色列人安怎回应？你伫什么代志顶面有疼阮啊？你伫倒位有表现你对阮的疼？雅各就是以色列，咱知影雅各就是以色列，伊代表个人，也代表规个信仰团体，是旧约圣经咱对创世纪开始所记载迄阵受上帝拣选、受上帝祝福的子民。是旧约圣经的主角，是上帝所疼的子民，总是因的遭遇。坦白来讲，
实在也毋是遐尔顺利。雅各的一生有操烦袂了的代志，伊12个囝问题一大堆，囝遐尔多，问题一大堆。以色列12个支派对雅各的12个囝选落来12个支派，也只有伫大卫甲所罗门的时阵，所罗门做王的时阵，会当小看勉强的称做受祝福的百姓。过来咧，国家就拆离、灭亡、受掠。就算讲有机会，阁倒转来到伫因的故乡耶路撒冷起造圣殿，也是问题一大堆。咱一路安尼读旧约的圣经，对先知书安尼读落来，咱就知影，即群信仰的百姓，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上帝所疼的雅各，因的生活并无较好。上帝真正有疼雅各吗？当上帝遮尔啊确定，敢若是上帝信仰告别的，上帝对即群人告别，伊的感情、伊的心情的时阵，讲我有疼恁。雅各就连边回应上帝讲：你伫什么代志有疼我？你伫什么顶面？你伫什么代志的顶面有照顾阮、保守阮、祝福互阮呢？敢若无咧？马拉基是旧约圣经最后一本册，规本圣经哦，对旧约圣经创世纪开始到伫启示录，规本圣经拢是在记载上帝救赎的历史，上帝救赎的过程，总是伫马拉基这本册就暂停到遮，旧约圣经到遮暂停，新约还未开始，停伫遮。停伫遮要创啥？暂停伫遮，毋是上帝感觉真野善啊？对即群人实在是有够野善，也无法度提袂出什么办法来应付即群摇把叉的选民。上帝爱咱停伫遮，好好来思考。上帝所疼、伊所拣选的人，照讲，上帝甲伊所拣选的人，即两边应该是关系真好、真好、真圆满。是安怎今仔日会到即个地步？是安怎会行到即个地步咧？上帝伫什么代志顶面疼我？这毋若是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族对上帝抗议，即种掠家己的需要做中心来甲上帝抗议的代志，其实也常常发生伫咱的心上。上帝敢有疼我？上帝伫倒一项事顶面有疼我？伫倒一项事顶面有保护我、祝福互我？上帝才会互战争来发生？上帝才会互即个瘟疫拢袂停止？是安怎无互我凡事顺利？是安怎会互我碰到遐个见笑、生气、甲哀伤的事？我逐工照三顿祈祷、食饭祈祷，总是上帝，你敢若敢有真正保护我内心10分的平安呢？是安怎歹年冬一直拢在发生？今仔日是母亲节。逐摆到伫母亲节，逐所在拢会上赞感谢母亲的伟大。咱对大家对母亲的上赞，会当来，我们来做一个统计啦，吼，统计。一位通得到上赞的母亲吼，袂输拢爱有信心的家子呢，全部的拢爱有哦。咱来想看觅咧，一位成功互人称赞的母亲。就爱有仁爱、欢喜、和平，会当将规家族的人拢靠我来。然后咧，伫咧处理家庭事务的顶面，佫爱吞忍、爱慈悲、爱良善、爱有忠信。对待丈夫、教导囡仔，就爱有温柔甲节制。
袂当生气过头啊，怕伤忝，要有节制吼，爱吞忍，爱有节制。咱家己想看觅咧，有偌侪人会当100%达到遮个标准？特别现今的离婚的夫妻愈来愈多，迄才是父母双薪家庭吼，父母拢爱无用为着工作，为着家庭，无用喙齿，家庭的功能一直渐渐来消失。对伫要来上赞母亲的疼，伫即个世代，其实渐渐成做正经儿心中的一支刺啊！是安怎我有拄到一个好的母亲？是安怎我的母亲无亲像你的母亲安尼？你的母亲遐尔啊疼你，总是我的母亲敢若无呢？上帝所安排予我的母亲，伊伫什么代志顶面有满足我，有疼我？侪囝儿，现代侪儿女，伫因的心中拢充满即个充满了问号啦，充满犹豫。坦白讲，毋若是只有即个时代的人会碰到即种互人感觉切身的日子。伫过去也有人亲像以扫安尼，无法度得到一个会当满足伊的妈妈。以扫就无得到母亲的满足啊。伊的妈妈较无疼伊嘛，咱有看创世纪就知影，妈妈的心拢伫咧雅各的心上，因为受气杀、受苦毒，无得到关心，伫身心灵顶面拢营养无够的囡仔，世界拢有啊。特别是即个时代是愈来愈多。当然啊，也有亲像雅各得到过头的疼、溺爱。伊只有看到家己的需要，食伤好，感觉妈妈的疼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毋知影感恩。伫咱即个世代，就是讲妈宝，好，即个世代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妈宝啊，这个人妈宝，真的，啥物拢要靠爸靠母安尼妈宝，逐项代志拢袂晓家己处理，妈宝。即种的囡仔，也是世界拢有。顶主席牧师有讲到，教会生活是一个学习要安怎将信仰落实伫生活的所在。既然需要学习，就表示咱拢还袂完全，还是踮伫一个正在学习、正在努力的这个过程的阶段。诚做一个母亲，爱听甲拄啊好，无简单。总是诚做一位囝儿。爱情适当来看母亲的疼，看母亲的这个角色也无简单，因为咱拢有家己的需要甲困难，咱拢有家己的主观的感受。无论是诚做母亲还是囝儿，所以咱伫这个母亲节，咱首先爱做，就是向上帝来信心，咱家己实在是无法度，互所有的囝儿。互阮的母亲拢满意，无法度拢达到满意啦。咱不过是一个有限并且有欠缺的生命，还一直在学习，还一直在努力，做到好的这个过程那尔。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要一直向上帝咧学习，怎样的疼才是适当的，怎样的疼才是真正的疼。咱不过拢是伫咧学习的过程的中间，上帝照伊的主权替咱每一个安排一个母亲，无论咱是毋是有满意咱的母亲，迄是上帝的主权，咱就爱学习顺服，并且爱接受，千万毋通亲像以扫安尼，或者是雅各，照家己的本性去回应上帝的安排。出在遐个会互人感觉真可惜、真遗憾的代志，一件一件来发生，然后佫继续埋怨上帝讲：你伫即项事的代志顶面，你根本就无疼我，你根本就无帮助我，你也无满足我的需要。今仔日个经文第3节、第4节，咱做伙来看。
第30、第40则讲，上帝怨恨以扫，互伊的山荒废，用伊的业交互旷野的山狗。伊当讲，阮现在虽然毁坏游园，要求要搁起荒废的所在。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因要起伊，我要毁伊。人要称伊做罪恶的境界，做耶和华永远受气的百姓。以东就是以扫。以东就是以扫，以扫会有即款的下场，并毋是上帝较无疼到伫即种的下场，是因为以扫伊出在伊的家己照家己的本性来回应上帝的主权，伊出在伊照家己的本性来回应上帝的主权，因拒绝上帝的安排，因向上帝发脾气。发脾气，甚至爱证明讲，上帝我无你嘛袂要紧，我无你嘛袂要紧，我无你我嘛会当出头天。就亲像阮有时阵，有个人看到有个人妈妈对伊无好的时阵，伊就感觉我无需要你啦，我无你即个妈妈吼，我嘛共款会当大汉啦。我要妈妈要创啥？就亲像以扫安尼。所以伫因发展的过程，伊确实有得到一寡产业，毋过伫最后，以扫的结局也互人感觉真稀微，空虚的空虚。就亲像第30甲第40遮所记载，以扫果然诚做耶和华永远受气的百姓，因为伊是掠家己的本性来回应上帝的主权。天甲地有偌远？以扫甲上帝中间的距离，就是有遐尼远啊。第20则有讲，耶和华讲，我有听恁。咱搁来看雅各，的回应。这个听是指一种永远对永远到永远拢袂改变的这种的听。上帝的听对古早拢袂改变，主要是看咱安怎来回应。对伫迄个得到较侪疼的雅各，上帝不断予因有机会来悔改，转来到伫上帝身躯边。上帝对因是宽容、吞忍、怜悯，搁医治。规个旧约圣经拢是安尼记载。总是迄个得到较少疼的以扫呢，上帝也有保护因啊。上帝也有保守因，互因有通徛起的所在。不过是因犹原出在家己原生背逆，因完全无爱去抵御上帝的心意，因完全放弃，因放弃家己。咱知影，当雅各感觉上帝有放弃伊的时阵，雅各的反应是啥物？和上帝撒宴啊，跟上帝摔跤啊。总是以扫无呢，你无爱伫我，你无听我，啊凊彩啦，安尼拄啊好那尔啦。以扫就是即种的回应，伊就是出在伊家己的本性，安尼来回应上帝的主权。上帝毋是怨恨伊呢，毋是无疼伊呢，是较无疼，疼较少那定，犹原有疼。因为以扫即种的反应，才致到受毁灭。兄弟姊妹，今日讲道到遮，你感觉家己是以扫，还是雅各？无论咱感觉家己是得到疼较多，还是得到疼较少，其实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咱拢通得到圆满、佮适当的疼。第50则有讲。恁要亲目看见，也要讲，伫以色列境界的外面，耶和华要做大。其实咱即阵坐伫遮，的人，对上帝的主权来看，对旧约圣经旧约时代的人来看，咱就是属伫以扫迄边的人。咱拢毋是上帝所拣选，上帝较疼的迄个雅各。咱是属于得到较少疼的以扫。
总是上帝却为着咱牺牲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原来上帝的爱是这么的，真正是遐尼啊长阔关亲。所谓的少爱一点，比较不爱的爱，竟然也是这么的，也是这么疼，疼甲这么啊深。原来上帝也有疼以扫，是以扫家己无要回头看上帝，是以扫出在伊的本性，就随伊来离开，伊无要回头看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咱是着爱亲像以扫，出在家己只想要对上帝发脾气，抵触上帝的主权，还是咱会亲像雅各，就算讲会当和上帝相演，一直咧相演，一直咧相演，最后也愿意顺服上帝安排，愿意伫耶稣基督内面不断调整咱的性命，不断努力学习，要安怎将咱的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咱常常讲天父上帝，天父上帝，这是咱较世上较习惯的讲法，所以咱会感觉讲，上帝敢若是父亲呢，敢若是爸爸的，敢若毋是和妈妈敢若无啥物关系。其实上帝毋但是父亲，伊也是母亲。上帝慈悲怜悯，伊的恩惠疼痛，上帝嘛足熬吞忍的，伊实在是熬吞忍到安尼啊！这一切拢在彰显上帝有母亲的款式。正确来讲，咱所讲遐个属于母亲的款式，拢是对上帝遐来的。都是从上帝的属性，我们是反映上帝的属性，都是对上帝遐来的。当然，在咱这个时代，性别刻板印象已经渐渐要被打破。进前拢是讲男主外女主内，即马无啊，即马这种的性别刻板印象已经互打破啊。就是咱所需要的迄种属于母亲的疼。拢是对上帝来的，当然对着母亲的疼，咱每一人的感受甲理解拢无同。毋过，咱必须着要学习伫耶稣基督内面，用上帝的疼来调整家己对母亲的疼的期待。咱若感觉家己亲像雅各，得到最的疼甲稳定，着爱会记住，着爱常常。到伫耶稣基督内面来省察即个疼，想看卖即个疼是毋是会当互我拍开我的心门，去帮赞、去扶持、去照顾搁较侪需要的人。想看卖咧，即款的疼是毋是会当互我的性命搁较坚强，还是亲像一个妈宝，我得到遐尼侪疼，总是我犹原足软正的，我就是一直要靠妈妈、靠爸爸。咱若感觉家己是亲像以扫，母亲的疼对于来讲是一个讲袂出嘴，也无人通理解的痛苦。若是安尼，咱也搁较爱伫耶稣基督内面，对上帝遐来得到圆满，得到满足。耶稣用伊的牺牲替换所有的不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的委屈、受气、欠缺，伊拢知影。耶稣一定会互咱破碎的性命得到医治甲满足。上帝绝对无容阮咱因为得到过头的疼就骄傲自私，伊也无容阮咱因为欠缺就凊彩发脾气。只有上帝会当用圆满。会互咱满足的疼来疼咱，只有上帝话啦，只有上帝会当做到安尼。伊用伊的权能，上帝用伊的权能替咱安排道路，伊用伊的恩典，互咱有调整的机会。
伊用伊的灵命引带咱来悔改，伊用伊的信息保守看顾。当然，上帝也用伊的审判来甲咱境界。今仔日是母亲节，母亲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回应。当一位母亲，伊会当忠心来回应伊的呼召的时阵，咱感谢上帝，咱实在感谢上帝。总是当一位母亲，伊无法度来回应这个呼召的时阵，咱也着感谢上帝。虽然伫这个中间，咱可能会问讲，上帝，你伫什么代志顶面有疼阮啊？上帝会讲，我伫耶稣基督牺牲的疼内面疼恁。基督的疼超越咱所会当想象，也超越咱所需要的。这个疼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显明，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有一个母亲。无论阮伫阮的母亲有啥物款的看法，是毋是阮对伫母亲有10分的感谢，还是讲对伫母亲的疼，阮有淡薄仔犹豫，甚至阮对母亲的疼感觉受气。总是主，你知影阮的需要。你知影，阮的心会欠缺。主，伫即个世间无法度满足阮的一切，主，你拢伫耶稣基督内面来补足阮，来满足阮，安慰阮，疼惜阮。主，阮感谢你，对伫有母亲即项代志，阮献上感谢。主，阮也恳求主你信心继续帮助阮，互阮会当有合宜的心。合宜的眼光来看待母亲对阮的疼，互阮对即个疼，阮的性命得到勇敢，也对即个疼，对你的信心搁较拿加添。阮安尼仰望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圣诗第480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480首，请咱会众起立来吟。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在世上那存的天，最后的好事我心不离，有主引导。我爱盼望。
请坐，奉献。咱请奉献的同工来侍奉。请会众，咱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今日是母亲节吼，咱今仔日咱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甲青少年有缘要用因的歌声来对妈妈来献上感谢吼。咱这个时间是母亲节感恩的诗歌吼主日学来准备好未？来，我们先还没公道。拜谢，即马来公道吼，咱大道的事项吼，有缘是伫教会义上就是宣称成全正信徒，万民该做生。那为了具体来大道，咱敬请来省略，就是为金主回应。王兰、丽水、雪英、甘基、玲玲、雪源、美芝、丽慧、惠中、盛雄、秀荣、义梅、杜娇、依乐、德明长老、义丽、福源、廖太牧师、静秀、玉秀、念之、幼美、邱敏、昭明、世君、美美、刁明、千惠的父亲吼。咱共款，即个祈祷的时间，有缘要为着 COVID-19 的防疫的政策，咱最近疫情较升温吼，咱医疗的量能，咱的人民会当生活正常，求主赐平安互咱。第三，为着教会逐项活动的拟定日程来行甲病毒共存的过程，互咱有智慧。咱即时就为着这个事项，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我的上帝，天平阮的上帝，你做阮的主。哈利路亚。你是我的罪。主耶稣，你是阮的上帝，是阮的主。主耶稣，哈利路亚。耶稣，伫阮每一时每一刻，主耶稣，你拢是阮的上帝，你有提起阮，你甲阮三个地地。哈利路亚，主耶稣，万管理拢是伫阮中间，保护也是伫阮中间。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用永远的疼来疼阮。阮是你的百姓，是你竞选的囝儿。感谢你，感谢上帝，你做阮坚固石盘，安全的保障。耶和华，你是我的主，除你以外，我无别的福气。伫疫情成本扩大的时，求你保护阮，亲像保护目睭人，将阮看目伫你的视下。特别看顾上年的长辈甲细汉囡仔，祝你的圣洁的保护也看保护因。伫全世界学习甲病毒共存中，中央政策行往全体免疫过程中，求主予政府甲人民有智慧来面对。我要常常敬畏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有主伫我的身边，我就无摇带惊吓。感谢主做阮代代帮助。这时阮兄弟有声无声祈祷，愿主压落来听。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像伫天里。阮日息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你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妹。好，这是咱是欢喜的时间吼，就是咱的小朋友吼，咱主日学因要来献诗吼，咱时间来请儿童主日学主日学小朋友吼，伫这。来，从幼班哟，好，我们小朋友今天不为疫情，还是来对妈妈表示他们的爱哈，来。
多谢朱里的小朋友哈，就是这么爱你哈，他们所献的诗哈，就是这么爱你，来。喂，大家好，我们是青少系。那这首歌是我们青少系自己做的，那叫做《You Are My Superstar》，送给所有的妈妈。喂，坐在木头椅上面，全神贯注的大奖章。是个工作狂坐在软骨头上面，沉浸在欧巴的身上，是个看剧狂。小时候总是牵着我的手，为我遮风挡雨，听我诉说忧愁，总是有一股温暖在心头，但我总是不知如何去开口。成长时的我虽然有些叛逆，对你不耐烦，甚至乱发脾气，但你总是微笑对我说声关心。现在只想说一句，妈妈我爱你。你的爱像星光夜里绽放，你的爱就像太阳温暖照亮。你说最幸福的事是看我勇敢去闯，不偏不倚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想要成为你美丽日常，我想要成长的超越你想象。我最幸福的事是你一直在身旁，特别的日子让我大声唱 You're my superstar。心事安慰我，在暖暖灯下拥抱我，全心全意的爱我，牵着我的小手手，平时照顾我陪伴我，是我最爱的妈妈。太多话不知如何说，或许想了解你更多，你就像一朵美丽花朵绽放在我心头，想在这里对你道
大声唱我心里的一些话，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陪我前进。你的爱像星光夜里绽放，你的爱就像太阳温暖照亮。你说最幸福的事是看我勇敢去闯，不偏不倚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想要成为你美丽日常，我想要成长的超越你想象。哦，最幸福的事是你一直在身旁，特别的日子让我大声唱。你的爱像星光夜里绽放，你的爱就像太阳温暖照亮。你说最幸福的事是看我勇敢去闯，不偏不倚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想要成为你美丽日常，我想要成长的超越你想象。我最幸福的事是你一直在身旁，特别的日子让我大声唱。You're my superstar。母亲节快乐 ！You are my superstar。的礼物哈，伊讲 You are my superstar 哈。即马要来报告，咱献求于咱的周报。周报后礼拜的书放的时间，请咱大家较去来看，来准备心来安排，来准备心来准备。咱教会消息第一项就是。今仔日是母亲节，咱拄有听到咱主流青少年来献诗。咱今仔日教会为了咱的母亲，嘛有准备一个礼物。这时间我将时间交予咱关怀部可丽关长老，伊来主持。妈，上帝祝福你，愿你平安、健康、快乐。伫咧采工礼物的中间，其实真正的困难，300块，和300块的范围，伫咧拣礼物，是要拣食的，是用的，受足久，这就是真贵啦吼，物件拢起价，所以咧，谢谢牧师，所以真困难的中间，然后嘛是用真侪的心情去找这项礼物。当恁摕到这礼物的时阵，实在是真重。今年的礼物呢，关怀部有2个职事，一个是婷依，一个是宇翔。今年的礼物，阮是由迄个婷依来负责。这时，咱请婷依来报告为什么伊选这2项礼物。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母亲节快乐！
选这个礼物真正是足烦恼的。啊，我有问妈妈，啊，阮妈妈就安尼，就无要互我意见。啊，我至到前一礼拜才来到教会啊，所有的人都问我啊，你礼物选好啊未？选好啊未啊？我就中了啊，我就唔知我就传几张相片互伊讲，安尼好无？润肤乳、沐浴乳，上了啊，伊讲食的较好啦，安尼，好啊，我就搁紧一个我就看到，有一罐海盐，是安尼念嘛吼，海盐，我就想到各位母亲，你是世上的盐，我就想讲这礼物袂歹，搁想讲只有盐足咸呢，我就想母亲伫咧养饲咱遮的细囝的时阵，伊的道路顶悬有甜也有咸，我就想讲，搁有一条蜂蜜蛋糕，袂歹吼，有甜搁有咸，所有的母亲辛苦啊！恁的价值远超过珍珠。上了我用一句圣经的话，就是阮母常伫咧阮的耳边一直念的。以弗所书6章2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母亲节快乐！然后我们大家发礼物。那这个我送给我母亲啊。来，咱请妈妈站起来，若摕到礼物的，咱才坐落去。各位亲爱的母亲，你们辛苦了哈！小孩从小到大，你们辛苦的养育，谢谢你们。好，谢谢你们。上面。吃的给我，好，谢谢。好，愿上帝祝福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多谢，我继续来做报告。咱第2项5月14下晡2点有召开小会，3点半召开中执会，请中执来注意。第3，原定5月22下晡举办的全教会的趣味比赛，因为疫情较危险，所以咱取消。第4，最近咱家己来注意咱身体的状况，若是有确诊，咱就也是居家隔离，也爱自主健康管理的状况，请咱爱来遵照咱政府的防疫的规定，愿上帝会平安甲医治，甲咱三甲直直。第5，为着配合咱北市政府的防疫政策，咱社区关怀是停课到5月24。咱的爱餐嘛同款来暂停，但是团客自餐无伫遮来限制。咱教界消息即项原来讲者，因为即项是伫咱教会来举办，咧教社台北中会教社部有举办寻找教会与社区的接点事工这工作坊有邀请一寡单位来甲咱三甲来分享伊事工安怎来做甲咱的地方教会来接轨咱牧师林义节牧师即马是北中教社部的部长伫咱教会举行，若有兴趣的人伫咧过来即个拜六9点到下晡1点，伫咱教会举行，欢迎来参加。若要参加的人，向干事来报名。咱下骹的奉献面册，请咱较起来看，若有毋对，甲咱的规矩来订正。最后，咱来吟上吟第509首
阿罗天父万福本源，请会众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互恁正大家拢会当对上帝遐得到圆满的听，对即时到永世代无亲。阿门。请坐。灭道避讳。